第四維度的女人。2029年的香港，夜幕降臨，旺角街頭依然人聲鼎沸。我叫陳浩然，一個33歲的普通 Uber 司機，每天開着車在車流中穿梭，賺點微薄的收入。那晚，我接了一個奇怪的訂單，乘客要求在維多利亞港邊的一個偏僻角落上車。我心想可能是個怪客，但為了多賺幾十塊，還是開了過去。到達時，卻沒看到人，只有一團藍色的光球漂浮在半空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以為是疲勞產生的幻覺。可就在我準備掉頭離開時，光球突然擴大，將我的車整個吞沒。我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，然後就失去了意識。第一章，第四維度的邀請。醒來時，我發現自己躺在一片發光的地面上，四周沒有牆壁，卻有一種無形的邊界。空氣中彌漫着淡淡的花香，天空呈現出一種詭異的紫綠漸變色。我站起來，驚恐地發現我的車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漂浮在我面前的透明立方體，裡面映出一個模糊的人形。陳浩然，歡迎來到第四維度。一個聲音直接在我腦海中響起，平靜而帶着奇特的音調。我們是卡爾薩斯人，來自你們稱為第四空間的星球。我們觀察你很久了，現在邀請你體驗我們的世界。我愣住了，結結巴巴地問你們是外星人？為什麼選我？我只是個普通人。普通？那聲音笑了笑，在你們的世界，或許如此。但你的好奇心和適應力，讓我們覺得你是合適的訪客。放心，我們不會傷害你。你將在這裡生活1年，然後我們會送你回去。我還沒來得及拒絕，那個立方體發出一道光，我再次昏了過去。第二章，超越想象的星球。再次醒來，我已經身處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。這裡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建築，而是由光與能量構成的城市。街道是流動的彩色光帶，居民，那些卡爾薩斯人，像半透明的能量體，隨意改變形狀。他們沒有語言，所有交流都通過意念完成。我腦海中突然多了一種能力，能聽懂他們的聲音，甚至能用意念回應。第一天，他們帶我參觀了他們的科技。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一種名叫時空舟的裝置，能瞬間移動到星球的任何角落，甚至穿越時間的片段。我坐上一次，只覺得眼前一花，就從城市中心來到了一片閃爍着金光的沙漠。他們說，這裡的每一粒沙子都是一台微型電腦，負責調節星球的氣候。更讓我震驚的是他們的生命工場。卡爾薩斯人沒有傳統的生育，他們的生命是由能量核心孕育的。我看着一個個光球從機器中誕生，逐漸形成半透明的身體，幾分鐘內就長大成一個完整的個體。他們告訴我，這種技術讓他們擺脫了肉體的限制，壽命幾乎無限。你們為什麼不把這些科技帶到地球？我忍不住問。你們還沒準備好。一個卡爾薩斯人回應，你們的社會建立在競爭和物質上，而我們的基礎是共生與意識。強行介入只會帶來混亂。第三章，1年的生活。在接下來的1年裡，我逐漸適應了這個第四維度的生活。他們給了我一個臨時的能量身軀，讓我能像他們一樣自由移動。我學會了操控思維網，一種能將意識投射到星球任何角落的技術。我曾看到一場由光粒子組成的音樂會，聲音直接在腦海中回盪，美得讓我流淚。也見過他們的記憶庫，一個儲存了數萬年歷史的巨型光球，我甚至能進入其中，體驗他們的過去。但最讓我震撼的是他們的時間觀念。卡爾薩斯人能隨意拉伸或壓縮時間。一天，他們帶我進入一個時間穹頂，裡面的1分鐘等於外界的幾小時。我在裡面待了10分鐘，出來時發現外面的花已經開了又謝。他們說，這是第四維度的基礎，時間不是線性，而是可以被操控的維度。我問他們，那我回地球時，時間會怎麼算？對你來說是1年，他們說，但對地球只是1天。我們會調整你的時間流，確保無縫銜接。
這一年，我見識了太多無法想象的事，但我心裏也開始想家。香港的街頭，燒臘飯的香味，甚至旺角的吵鬧聲，都變成了我最珍貴的記憶。第4章，回到地球。一年結束的那天，卡爾薩斯人召喚我到一個巨大的光環前。他們說：你見證了我們的文明，現在是時候回去了。你可以帶走這些記憶，但不能帶走我們的科技。我點點頭，心中五味雜陳。謝謝你們，我說，這一年改變了我。他們沒再說話，光環亮起，我再次陷入黑暗。醒來時，我發現自己坐在車裏，停在維多利亞港邊，手機上的時間顯示是2029年10月15日凌晨2點。我離開的那晚是10月14日凌晨1點，也就是說，地球上只過了一天。我下車，望着眼前的海面，腦海中還回盪着第4維度的景象。手機響起，是個新訂單。我笑了笑，啟動車子，心裏卻多了一份從未有過的平靜。尾聲。回到香港後，我沒告訴任何人這段經歷，誰會相信呢？但我開始改變自己的生活。我辭了Uber的工作，用積蓄買了一台2手打印機，開始設計科幻風格的海報賣錢。我畫下卡爾薩斯人的光之城市、時空舟、記憶庫，那些畫雖然賣得不好，但我不在乎，那是我的秘密，我的夢。有時我會在深夜開車到維港邊，望着天上的星星，想着那個第4維度的星球。某個晚上，我聽到腦海中響起一